咱即要开始早起的敬拜，开始请走个。宣调，我的心心啊，你着学了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伊赦免你拢总会做，伊互你拢总会变，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仁爱慈悲做你的免流。咱做伙来吟诗学了上帝，新圣诗38首，学了专营的主上帝。大君王，伊对你大气力拯救，你着学了尊重。遐其的人着进入伊的圣殿，互我动心欢喜称赞。请也这起立来吟全首。咱就是要来信仰个别主导圣经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浸大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当一全能的上帝大名，
袂对啊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教会，圣同上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请坐。咱就是要来启应，启应文24篇，诗篇100篇。我来启，请咱做伙来应。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着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伊创造咱，咱属伊。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伊的慈爱永远存在。好，咱做伙来感谢来祈祷。天父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照顾阮过久的一年。伫春假期间，无论阮出国还是到日逐所在，遮旅游、遮兄弟，拢通得到主你照顾顺利平安。阮感谢你。啊，今日也是你领着圣的主日，阮众兄弟会通来到你的面前，来遮献上阮的感谢。阮感谢主。求主保守阮众兄弟心思意念，伫新的年度所要做的工作，无论是教会福音的事工，也是讲阮逐人伫工作场的职分，拢会通遵守主你的心，谦卑勇敢来面对。阮应该着做的任务，一切拢主你保守顺利平安。主检察阮有人为工作忧烦，也是讲压力的时，情绪未免有袂定。求主帮助阮，会通控制阮有好的情绪来面对各种工作的考验，来做好你互阮伫世间的工作。阮要感谢你，嘛要为着教会进展事工，求主来帮助。是着智慧伫阮的牧师中职，伫叫阮众兄弟身上，阮有合一的心，为福音的事工来好点，阳光为了主你。主，阮嘛要为世界和平来祈祷。主，阮知万项事拢是伫你掌权，若是会当，阮求主帮助，互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会当有停战的日子。主，伫世界疫情，还是讲台湾疫情，嘛也未完全来受控制。求主人民保守，阮无受这一切灾害。阮感谢你。主，阮嘛要将教会身躯边疼的兄弟，还是讲有疫情感染的，求主施温伸手，已经按伫因身上，互因当接受到治疗，通发出大的效果，互阮伫身躯紧紧来恢复健康。相信主你要照着现代发达的医疗团队，将主你的祝福大大赏赐阮，阮就要得到天真正的平安伫阮台湾身上，会当顺利通过各种无轻松的治疗的过程，也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得到盼望。阮感谢你。出国当兵的兄弟，求主你嘛施恩赐福，照顾因，互主你的保护来也看伫因身上，因出入台外拢有平安。感谢主，阮将早起的聚会敬拜和乐，拢摆在主你面前，求主用运行伫阮中间。感恩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
愿基督相思愿平安。阿弥。好了，要请也请团客丰盛的应允。感谢社青的学老荣光，咱的天父上帝。咱即是来恭守上帝话，圣经创世纪31章1节到21节。若无圣经，咱看头前的投影片来讲。雅各听见老板正正有话讲，咱老爸所的话。雅各拢唱起，佮对咱的老爸得到这个一切荣光。雅各看见老板见到伊无亲像从前的面色，耶和华对雅各讲：你着倒去，你的爸讲一地，到你新作业，我要甲你一地。雅各找人叫拉基甲利安到山野羊群遐，伊对因讲：我看见恁老爸
见着我无亲像前的面色，总是我的爸的上帝时常甲我伫地。恁也知，我真有我的日，做恁老爸的工。恁老爸骗我，逐摆改换我的工钱，总是上帝无用恩伊待我。伊若讲有点仔规日做工，就找阮所生的拢有点。伊若讲有文的规日做工钱，就让阮所生的拢有文。安尼，上帝将恁老爸的情史想来互我，羊交合的时，我梦中也捌在看见拍羊母的羊角，拢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上帝可写伊梦中甲我讲，我讲。我遮，伊讲我也捌看，拍羊母的羊角，拢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伊若万般对你所做的，我拢看见。我是必得你的上帝，你伫遐捌用油我挑，对我配愿，当你就起来。离开这所在，倒去本地，那家甲利亚应伊讲：离阮老爸的家，兼也有阮通得的家伙产业吗？阮家毋是互伊转做外人吗？因为伊卖阮分食阮的价钱。上帝对阮老爸所唱出一切财物，这个就是阮甲阮的囝的。当见啦，上帝对你讲的，做你去行，雅各就起来，互伊的囝甲某拢徛落道，不带一切情绪甲所积蓄的财物，所得到的情绪是伫巴旦阿兰。所得到的，要去迦南地，去做老爸以撒。迄时，那班去见羊门，那个偷摕因老爸家来的五项，雅各回阿兰，那班偷走去，无甲因讲，就带一切所有的逃走，伊想过这个河。伊就山去。以上，原咱所读的圣经，对咱信仰的尊敬。这时要请牧师来讲道。今仔日所要讲的是回家的路。兄弟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三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只是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过来一摆要对你的话三个实。主，看你的话，将在阮生命中最大的帮助。我会更加明白你的话的内涵甲意义。我会当有上帝你的眼光来看透万项事。无论阮拄着任何的代志，拢有上帝你甲阮三个伫地。但是阮要对你的话三个实，看你的心也充满伫阮每一位的心中，以及阮的中间。但是阮安尼祈祷，拢是靠这所祈祷的圣名，阿门。大家平安。今年的假期有几工？啊，10天吼，一般拢是10天的假期吼。我毋知咱兄弟姊妹是毋拢有登记回乡去看亲人朋友无？有无？有，会当平安去，平安回来，这是真好吼。如果故乡要有父母、亲人、好朋友，我相信。真侪人想办法要转去，毋管高速公路有偌塞，还是高铁、台铁的票价有偌悬，学伫买，拢会当感觉讲会当转去，就是感觉真幸福、真满足。兄弟姊妹，
我毋知咱转去的路是毋是真简单咧，有无？敢若无啥人转去就。有时啊，转去拢爱搭一辆车吼，免讲转去。有时咱讲去一个所在佚佗吼，我会记得咱顶礼拜吼，礼拜了11点我去行村吼，想去石门水库洗一个看看，转来吼，应该搁早吼。结果拍算去洗一个看看，食一个中昼转来吼，已经8点外吼，你就知影呾偌久吼。转去都咁简单，真无简单吼。其实伫遮有一出韩国的电影，袂叮当哦，啊，这韩国的电影叫做《回家的路》，转去的路。根据2004年发生伫韩国一件真实的事件所改编的，特别伫2019年，咱台湾要上映。其实这部电影，互人看甲非常有感触甲境界。伊内容是讲到一对真正平凡的夫妇，伫厝内做着汽车维修甲清洁的小生意，啊，个是伊个有一个真高水可爱的查某囝。虽然日子过了真平凡，总是一家三口大斗阵，也是真正互人欣赏的一个小家庭。无拍算，想无到，善良讲义气的丈夫，退伊真好的朋友做保，啊，做保吼。我牧师甲咱讲，圣友甲咱教是讲，会当替人做保无？嘿嘿，袂使吼，爱真清楚吼。所以做保是足细腻吼。啊，你甲伊的朋友欠真大的悬的迄个吼，即个钱无法度还。甲只好安那，无法度还，所以伫遐安那，家己安那，家己伤害家己吼。2亿的含票，即个债务全部拢移转到即个保证人的身上，为了所有一切，厝店面工作拢无，啊，搁失去收入，搁欠几啊个月的房屋，所以一家三口眼看着要去互即个从厝头家赶出去。总是单纯的这个家庭主妇啊，这个单纯的家庭主妇为了帮衬中午孩子，结果搁去用骗，讲运送这个叶仔石吼，这个原石去到国外，结果咧，行李箱是拍开，是大量的毒品，伫法国的奥利机场吼，互人抓着吼，指控伊吼涉嫌走私毒品，啊，因为言语无会通，无法度为着家己辩驳。所以当地虽然有韩国驻法国的这个大使馆，总是因认为这是真见效的代志。大使馆也无啥要帮衬。这个单纯的家庭主妇最后被关伫这个马提尼克这个岛的监狱，受到异乡孤单折磨，一直啊到伫未知的结果，伫遐非常的恐慌惊吓。以及监狱中这个执法官会该安那羞辱，啊，甲这个狱中的这个人会欺负，伊的丈夫想尽办法要来救这个妇人行，不断的到各单位去抗议去陈情，要证明伊的妇人行确实是无辜受害的。所以这条长要转去的路，最后咧。引起这个韩国民众的注目，透过广大的网络甲媒体的报道，特别韩国的外交部伫侪人的话的下面压力中，总最后承认因家己的错误，处罚这相关失职人员，历过2年长的时间，或这个受着苦的一家人。特别伊的妇人人拢会当团圆转来，兄弟姊妹，转去的路敢有简单呢？流浪伫这个世间有偌侪日子，遭受着孤单寂寞，有偌侪岁月受尽着折磨、欺负，心中有偌侪痛苦，无法度用人来讲咧。受伤的心，伫时才会当得到安慰咧。为什么无转来咧？咱知影厝是咱的
家，也是咱的君，也是咱的归属。伫迄个所在，有咱天父上帝的疼痛，有圣神的安慰，有咱的圣囝主耶稣的扶持甲帮助，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同在。所以，要一切灾难、艰难，拢变成做稳定甲祝福，因为伫上帝家，这是咱真正应允的所在。今咱所读这段圣经节，创世纪31章1节到21节，是寄居伫赫南20年遮尔久的雅各，伊要转去的路。当时咱知影雅各因为欺骗伊的老爸，夺去伊兄哥以扫中囝的这个祝福，所以这件代志互伊的兄哥以扫非常的受气，想要杀伊。老母利百加毋愿看到手足相残的这件事实来发生，所以就叫雅各赶紧走去赫兰伊的兄哥列班所徛起的所在。对时开始，雅各就甲伊的阿舅列班带斗阵，为了要带列班的查某囝，伊非常介意伊第二查某囝列结，所以伫遐为了伊工作7年，无拍算，既然带着伊什么的，这济这无计，要明仔会使计吼，所以这先计。如果为了伊做白工7年，拢总14年，伊为了要接住家己的产业，也搁伫列班的手下工作6年，总共伫赫兰经过了20年，徛起20年。虽然雅各伫赫兰娶某生囝，也为了家己接住最的产业，总是赫兰并毋是伊家己的故乡，毋是伊的家。伊老爸以撒所徛起的迦南地，这是上帝要阿伯拉罕的后裔应允的地。遐才是雅各爱承受这受祝福的地。当雅各寄居去赫兰已经20年，伊也历经最苦难，被压榨、受欺负。总是咱伫遮看见上帝甲伊三脚地地，互雅各伫患难中犹原有恩典、有祝福。现在20年已经过去，上帝要带领雅各转去到伊真正的家，就是伊老爸伫即个迦南地的家。所以对这段圣经节，互咱来思想上帝如何带领雅各，转去咧，转去到伊的家咧。头一项，上帝用环境咱讲话。31章1节到4节记载，上帝透过环境，互雅各知影伊应该爱转去啊。有3件事伫遮印证。头一件事就是列边的囝。伊阿舅的囝，就是伊的表兄弟，伫遐埋怨的话，列班对伊的面色无甲以前共款。第3项，列班的2个查某囝，第利亚甲列结，拢愿意甲伊转去。所以伫遐圣经讲1节甲2节，伫遐圣经安尼甲咱讲，雅各听见列班正经有话讲。咱老爸所有的雅各拢抢去，佮对咱的老爸得到这个一切荣光。雅各看见列班见到伊无亲像忠情的面色，所以伫遮列班的囝认为雅各夺去伊老爸的所有，其实迄拢是雅各辛苦工作所得到的工价。所以当人感觉家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损失的时，伊的心中就会产生一寡对敌。甲埋怨，兄姊妹，如果咱过头看重世上的财富，就会产生贪婪甲嫉妒的心，认为别人会夺取伊的财富。你贪婪甲嫉妒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所以咱来求上帝帮助，咱每一位拢有宽大的心胸，愿意甲人共享拢有的是安那，大家斗阵用。大家斗阵分享，通起造一个双赢的环境。好，拢是安那爱分享，大家共同来努力，来奋斗。这是咱伫教会内底一个真重要的中心点。接续落去咧，
雅各也看到列班对伊的面色甲口气，也无亲像钟情，因为所生的羊拢是有纹有魂啦吼。拄仔讲纹毋对，是有魂的、有点的、有花斑的，这拢爱归入雅各。这互列班非常的嫉妒，无啥欢喜。因为姊妹，嫉妒是咱真容易犯的罪。常常有时会表面是安那，咱的面色会顶面。咱知影真侪人喙内虽然无讲，总是态度顶面安那，不知不觉就将伊心内的话安那表现出来。尤其安那，受气的面拢会放伫倒位，放伫伊的面色的顶面。兄弟姊妹，上帝伫遐照着环境，种种的现象来提醒咱一寡代志，迄是显明伊的带领。比如讲，列班的囝会婉言甲列班的面色，因为安尼生，所以咱爱小小考验查证，详细爱来思想上帝照着即个环境，要互咱学习怎样的性命功课咧。伫罗马人书8章28节咧，甲咱讲，万人事拢互相效力，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咱听上帝，敬畏上帝，行伫伊所指引咱的道路顶面，咱就必定会当啦行通顺利。另外，伫马太福音10章16节，主耶稣也甲咱讲，咱都爱灵卡亲像什么？灵巧像什么？灵卡亲像蛇哦，蛇迄只蛇是真鬼气的吼。但是咱来温顺怎啦？亲像什么？亲像钱啊！表示讲咱来温顺，总是爱有咱啦灵卡，爱有头壳吼。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基督徒伫即场的顶面工作，咱大家还是小心观察，观言，察言观色啦，爱看人的面色，甲看人的讲话，无底到落伫人所设的即个恶意的陷阱中间。兄弟姊妹，雅各寄过伫赫兰20年，娶某生囝，伊也阁得到真侪财富。兼且伊会感觉住伫遮真好啊，真舒适啊，根本就无想要转去。等于上帝去用列班的囝，因所讲的话，以及列班的面色，种种真无舒适的环境，伫遐来雅各讲话。所以伫创世纪31章第3节，安尼甲咱讲，耶和华对雅各讲：你着倒去你的爸讲的地，到你的亲族遐，我要甲你治地。当上帝讲这个话的时，雅各就因为环境的艰难，伊伫遐来回应上帝。大家试想看卖影，如果列班伊遮表兄弟若拢对伊足好的甲伊关系若拢真好，当上帝若要爱伊离开这个所在，你若感觉环境拢足好，你敢有想要离开？我相信无人要离开啦，一定是安尼，一定无想要离开，因为环境好，哪有可能离开？只有环境无好，人才会当想要离开。所以伫遮拄啊好，也回应上帝的指示。兄弟姊妹，有时上帝用无舒适、无好的环境，互咱伫遮来警醒注意。免得咱日后互咱的亏损搁较大。譬如讲，咱身躯有啥物毛病，咱有时会破病对无？会艰苦，这是要互你加强注意你身躯的啥物健康。可能你伫遮、伫休困、伫工作伤过头过分，这就是要互你注意。要是工作环境若无顺利，有时咱感觉同事真恶伫遐呐斗阵头家安那，真甲安那，甲你挑剔等等，这种是要互咱伫专业的顶面可能这个能力会当更加加强，也检测伫咱的人际关系顶面好好学习。不管如何，如果咱愿意上帝相信上帝伊的旨意是拢是好的，按照目标来学习，必定互咱的性命也更加来成长。并且一句咱常常咧讲逆转胜，逆转胜，按照这个成功的目标伫遐来迈进。所以无论什么款的环境，
必定互咱的性命哦，伫遮会当得到成长。所以无论什么款的环境，咱拢爱对上帝话有正确的回应。正亲如以赛亚书26章30所甲咱讲的，坚信我靠你的，你要保守伊10分平安，因为伊我靠你。兄弟姊妹，请问你现在处在什么款的环境的中间呢？如果你若真是处在一个无舒适、无爽快的环境，你必须只要面对的这个感觉来测验，这是毋是出自上帝？伊爱你学习什么款的功课？啊，这是非常的重要。雅各要转去的第三个印证，就是伊的妇人人，就伊的某，拢愿意甲伊转去。创世纪31章4节咧讲，雅各找人叫列家甲利亚到山影到山群遐。因为即个当咱伫遮咧做决定的时，加出来人的意见是真重要，有时真重要，非常的重要。尤其咧决策即个重大事件的时，更加咱需要得到厝内人会支持、认同甲帮助。这是雅各找求两个某的意见，得到伊的某的支持。如果咱认为得到上帝引带，所以有真侪时阵，咱犹原袂当想要单独来行代志。有时爱甲咱亲密的人咱厝内人，也是咱属灵的长辈属灵的长辈，伫有一个沟通，有一个明白，有一个分享，这是真重要。因为上帝会透过厝内人甲属灵的长辈，带领咱头前的道路。记得牧师头前拄有讲过，即个韩国的电影无？即个善良佮充满义气的丈夫，伊无甲伊的妇人人参详，就伫遐替人担保，结果咧不但失去一切，也家己的家庭甲厝内人受到真大的伤害。所以新的一年开始，如果咱有啥物款的重大决定、重要决定，请你一定甲你上亲密的人、厝内的人，伊属灵的长辈，咱直接沟通分享，得到支持甲帮助，这是非常的重要。第二项，雅各看见上帝的眷顾。雅各这个人虽然有真侪缺点我相信伫圣经里读的人，这人无论你我每一个人，包括雅各，拢有缺点，拢有无完全的所在。所以上帝却因为伊会讲阿伯拉罕老爸以撒的缘故，一定施恩伫伊的心上。所以兄弟姊妹，家族信久愈久，愈是蒙福气啊，得到福气啊。所以咱下一代若信仰无啥好也是伫安尼你个受着稳定甲祝，迄是有时是坚韧的底蕴。上帝祝福，牧师也同款。我是甲咱讲，我对我老爸、对我阿公到今，我一直受到这个祝福。我真无完全，我有真侪拢袂晓，真含慢。所以上帝也伫遮对伫我的祝福，这是真重要。所以咱今日敬畏上帝，就是伫遮为了行顺顺得到祝福，而且一个鼓励甲帮助。所以牧师伫遮鼓励咱年长的兄弟姊妹，毋通掠做家己啥物拢袂当做。你有两支会当祈祷的手，你为着你的子孙来祈祷，上帝要透过你的祈祷，祝福伫你的子孙孙。牧师以前牧会，一个拢住伫阁楼，袂当落来一个96岁欧巴桑，伊拢袂当落来，无法度敬拜，若无法度行。伊讲伊只会当伫阁楼顶面创啥？祈祷尔，敢会当伫遐祈祷，求上帝照伊的子孙世世代代每一个拢伫上帝看顾中，这是非常的重要。上帝要透过你祈祷，祝福伫你的子孙。咱只看见雅各虽然有最缺点，伊也毋是讲非常敬畏上帝的人，对无？雅各是毋是足敬畏上帝的人？伊若足敬畏上帝，伊敢袂共欺骗？
伊敢会做一寡啦，小聪明，我相信袂，这是一个真重要。所以雅各伊也毋是真敬畏上帝，总是上帝去因为伊会讲阿伯拉罕、老爸以撒因果，不断咧帮助伊、保守伊。不过，伫遐雅各有一项是啥？伊真顺坦伫上帝话甲旨意伫遮咧行，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所在。伫创世纪31章60到80节，伫遐甲咱讲，雅各对列班的查某囝讲：“恁也知，我尽我的力做恁老爸的工，恁老爸骗我10摆改换我的工钱，所以上帝无用阮伊害我。伊若讲有点的规律。”做工钱就羊群所生的点，所生的拢有点。伊若讲有魂的，拢规律做工钱，就羊群所生的拢有魂。兄姊妹，列班伫遮甲雅各伫遐咧讲工价吼，欺骗雅各，伫遐讲偌济摆，10摆呢？咱即摆少年人1摆我看挡袂牢，10摆呢？咱来知影雅各吼，实在真有即个耐性吼。10摆是代表真多呢。反正列班就是要找即个对家己有利益的，伫遐来压制即个压榨即个雅各。到最后，咱想起雅各开始为着即个中间的一份欺骗伊的兄哥，对吧？欺骗伊的兄哥，个欺骗伊的老爸，所以伊伫遮也伫遮受咱讲有一个叫啥物？作茧自缚做这个代志你就家己拔掉的后来就轮到伫家己的身上这是一个真爱咱细腻的所在。所以伫遮讲，无论伊讲有点的，还是有魂的，则归雅各所生的羊群，就按照列班所讲的伫遐生出来呢，这个真特别因为这是上帝对雅各的保守。无论雅各伊受到列班怎样的欺诈。安怎的欺压，上帝拢伫遐祝福伫伊，兄弟姊妹，咱咧知影，咱的上帝是掌管一切上帝。上帝若是无用稳，人会过无，最后拢会归伫空。列班无过着亲情，不但压榨即个寄居的雅各，是毋是想要将雅各所有的拢夺过来？总是上帝的保守甲看顾，帮助雅各，因为雅各。20年前，伊就捌甲上帝伫遐立约，伫伯特利甲上帝立约，所以上帝应允伊讲，无论伊倒落去，伊拢要保守伊。所以兄弟姊妹，甲上帝立约是真重要。你已经甲上帝立约啊未？你敢已经洗礼啊未？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咱得赶紧来敲做这位信息的上帝，听人的上帝。互上帝伫遐来看顾保守，不但伫咱，也伫咱的世世代代子孙孙，这是非常的重要。今日伊珊甲麦克伊的查某囝贝斯恩要小离洗礼，伊明仔载就要转去澳洲，是吧？对澳洲遐尼远的所在，咱无法度伫遮来看顾伊，所以今仔日伫遮贝斯恩。甲因爸母伫遮为着伊来洗礼，我相信上帝看顾。咱爱不断为了咱的细囝、咱的囡仔来祈祷，互囡仔未来拢有上帝看顾、带领、甲引带，必定凡事会当得到亨通。兄弟姊妹，你看列班不断咧算计这个寄居的亲外甥雅各，总是。上帝真正伫每一件代志顶面，拢伫遮来保守、看顾、保护雅各。伫列班几摆经过雅各的工资，上帝也是将财富对列班的身上转移到伫雅各的身上，互伊拢无欠亏、无亏损，并且得到丰盛个补助。兄弟姊妹爱记咧，咱无论人怎样的算计，所谓机关算尽，所以如果若无上帝赐福，到尾伊完是一无所得。对所有的所得到的，若毋是出于上帝，你将来也拢会失去。
到尾规日空空。咱求上帝帮助咱，当上帝祝福咱的时，千万毋通自高自大。咱呢，我靠迄位高数万面，互咱的上帝，互咱伫遮享受的上帝，咱千万毋通我靠即个无定着的钱财，甲遮的物质一切。我靠虽然毋是真敬畏上帝的人，特别伫过去，总是慢慢啊，甲上帝建立关系。这是安那？这是人甲上帝中间一直安那经验着上帝上水上好的信仰见证，总是确实伫遮经验着上帝保守、看顾甲帮助。所以我个安那伫这个梦中，我个伫这个梦中安那听见上帝对伊讲话，上帝讲：你业捌看。拍羊毛的羊杠，拢是有痕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来班对你所做的，我拢看见。兄弟姊妹，咱所做有的一切，伫咱的人生、生活各方面的一切，啥物人拢有看见？上帝拢有看见呢。所以你伫遐受苦，上帝敢有看见？有啊。上帝知影咱所受的委屈，咱若甲伊的关系，伫遐参考，我个甲伊的力量。一定要伸手拯救甲帮助，脱离这个苦难，互咱更加天条伫伊。因为安尼时，咱爱知影，基督徒伫世间所遭遇的苦难的时，一定爱耐心听候上帝的时间。就像雅各，伊忍耐遐尼久长的时间，伊学晓上帝爱伊所学习的功课，也伫遐经历着磨练甲试炼的中间，互伊的性命品格。渐渐伫遐来成长，最后咧，上帝帮助伊摆渡万人，眼光归地乡里荣耀的回到家所以求上帝帮助咱，特别伫新的一年，咱有新的眼光来看见咱的上帝，必定也要祝福伫咱的性命。现在经历过侪恶地担当的事，所以毋免惊。只要信，咱就要刚强壮大，行伫上帝道路顶面，遵行上帝的旨意，就是安那，就是爱常常安那，常常什么欢喜，祈祷无煞，凡事感恩，以这个上帝点的祈祷，耶稣恁的什么旨意？跳到你家前书5章16到18节。这也是陈老师真介意一段经节，上人伫遮咧勉励兄弟姊妹，上帝目睭拢无安那离开过雅各，今日班对雅各所做所行的，上帝拢看见。上帝也是一位公平公义的上帝，列班伫遐欺压雅各，上帝叫雅各的羊群愈来愈多。上帝伫遮讲安那，讲我是不得你的上帝。你伫遐捌用油挑，捌用油抹挑，对我下愿。当你就起来，离开这所在，倒去本地。创世3 1章13节。其实咱伫遮来看，上帝不只是必得你的上帝，也是伫赫然看顾雅各的上帝。伫这个所在，上帝讲伊是必得你的上帝。而且咧提醒的是讲，雅各毋通忘记你，伫必得你甲上帝的力量。这上帝若甲咱三角地地，伫咱所行的路的顶面保守，佮互我安那食面食有衫通穿，互我平平安安的转到我老爸家，我特别安那掠我摇花做我的上帝。到当上帝要带领我，佮平平安安转到伊老爸家，可以伫遐学晓敬畏摇花上帝。这是上帝带领我个。伫属灵的性命渐渐的成熟，互老爸的上帝转移成做伊家己的上帝。所以这细囝今日洗礼，虽然是老爸啊，替伊认罪，替伊伫遐来洗哦，所以伫遐免培养，互伊到伫将来对伊本身啊，要这位上帝成做伊家己的上帝，这是非常重要。咱会记有一句话。上帝有囝，
可以安那无孙对吧？对吧？上帝有儿子没有孙子哦，爱记哩哦。所以咱每一代哈，每一代是什么人？拢是上帝的囝儿，上帝查某囝，对吧？上帝有囝无孙爱敬，上帝较万咱每一个拢会当甲伊建立个人的性命关系。请问你已经找到这位上帝带领你回家的路吗？回去厝的路吗？你已经找到无？第三项，回家的路，回去的路必定安那？夫妻拢同心啊，夫妻同心，夫妻同心，妻离什么？断金哈，任何的困难拢会当安那，吼，拢会当挨过去。所以一个家庭会建立是毋是坚固，关键在于夫妇是毋是会当同心，啊，这是非常的重要。夫妇若同心，必定会当安那蒙恩得到福气。牧师开始所分享的是个电影。这个韩国电影《回家的路》，迄位妇人伫丈夫拄着艰难的时，专心来帮衬。你丈夫为了这个被关伫千里之远家中的妇人不离不弃，不但为了伊奔波真情，最后呢，全家团圆。当下个甲伊妇人讲，伊要转去的时，特别24节甲21节的记载。因两个妇人拢同意丈夫的决定，因就那同齐转去到迦南地。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教会的目标，特别咱今年教会目标是啥物？念一次来，把爱带回家，重不重要？那边再有讲爱带回家的，就是安那，来。彼此安那，彼此互相安那，对方讲安那，讲祝福的话、勉励的话，个安那，这是人际关系上基本的哦，基本的。所以讲好话重不重要？请问你爱听人甲你骂、甲你受气的话，还是爱人讲好话？你若无爱人讲好话，请举手。还是爱人讲歹话，甲你骂、甲你。我是无人爱人听人迄个讲无好的话啦吼，拢是爱人讲好话，这是一个真重要。这也是人甲人中间互相，如果咱的家庭啦，一直伫即个循环的即个无好的环境下面即个恶的循环我甲你讲，对血浓于水的亲人啦，到尾若是啦，用恶报恶，诚做对敌，诚做纠仇，一般伫安那互相怨恨。反正呢，咱会当消除这无好的、恶毒的，用慈爱、饶恕、宽容三款待，用好的，伫安那互相劝勉，好的，伫啊一直咧循环的时，咱的厝内有听、有和睦、有喜乐，伫啊建立伫地，那伫天呢会甘甜国水，安尼是毋是真好？对无？是毋是？敢若咱的厝拢无啥安尼款无啥肯定其他人对遮开始做，好无？大家共同来努力，好无？虽然求上帝帮助咱将这个听大转去，伫遮用温柔三对待，互咱会加有上帝同在喜乐，伫转去的路上，拢有上帝恩典甲祝福。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位，咱三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再一摆对你的话，阮遮三确实。转去的路，有时看起来真简单，总是有时坎坎坷坷。特别要转去到上帝你的家的这条路，阮伫世间的基督徒，阮伫咧行大的时，阮会拄着侪侪艰难甲挑战。特别是信仰这条道路，甲你中间的关系的起初甲建立，阮常常也会拄着世间种种的事的影响、环境的影响，互阮跟对伫世间人的路。你搞袂记咧上帝，也是疏忽上帝你对阮的指导，做可以特别写俾阮，人会软弱欠个甲无够，坚定阮甲你中间即个关系，特别即个西约的关系顶面，你还是要搁再一摆记得上帝你甲阮的西约，你甲阮三个弟弟会欢喜，互阮伫任何艰难的事所
所拄着恶的担当的事，拢有上帝为甲阮三个弟弟来得到保护、帮赞、甲祝福。主可以过来一摆唤起阮、帮赞阮，我会当到一日真正，互阮甲你所起造的关系，毋是对老爸、对时代阿公，互阮的信仰，是阮个人甲你伫遮立约、誓约的基础。主可以特别帮赞阮，过来一摆将阮本身、阮兄弟姊妹恭敬交托伫你的手，可以继续带了引传、帮赞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曾牧师好的勉励，咱这是要来回应上帝话，真圣诗616首，我点滴主会听读，心中无惊变迁，这款的信靠真稳当，而且永远无变。即使是四围风影我心早晚袂定，主伫身边。保护我，何必烦恼夜夜？请下这来起立，来吟全首。我点滴主耶定。心他无下变迁，这款心可真稳当，你家永远无变。世上社会好夜光，我心照我归家，我的心比不好，我比。这遮济，这是要来奉献，正奉献的即事。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
咱做阿头来祈祷，主啊，满心会感谢你的带领，因为阮的一切拢是对你来的。阮有性命、工作、读书的机会，家庭的生活拢是你恩典所赐予的。阮学老感谢，求你同时赐予阮一个教会新的一年，有智慧去运用你的时间顶面，教会造就福音，得以兴旺。阮献上阮的感谢，求你来接纳。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下底车地，咱这是要来小儿说的，咱听上牧师。咱来吟这条圣诗吼，圣会所行的礼仪。所行的礼仪，也有关系伫小里，亲像旧约行甲礼，表面行你属上帝，甲礼有用洗礼体，对早已老无国界，洗礼表明。就是起故甲换心，世间大罪来出心，叫做欢喜赐福气，虽含未明因所心，父母因开退因灵，父母已经受洗清，因的行礼。心，在早心都有行行，行日文用，唔通互因通世上，常常假是警察所，你咧因带行天路。阿门。咱是要请医生甲麦克传因的迄个施恩来到头前。来到中间来哈。好，行中央哈，面对牧师好来。有人带细囝一群耶稣，要互伊摸因。耶稣接鼻因，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问我无得禁伊，因为上帝国是祝福人的。我实在甲恁讲，凡若承接上帝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还手，祝福因。所以咱的细囝无明白这的道理，抑阁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因是稳定的约的护卫。上帝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家内的儿女，互因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当恁的细囝要受洗礼，恁就伫上帝甲众人面前告别信仰。牧师来问吼，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有也无？恁着挖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道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着用基督甲好的行道来培养因，互伊所行合伫上帝教会法度。你要要安尼行有也无？愿主祝你甲恁，祝福恁甲恁的细囝，帮助恁守即个约。咱要行洗礼时，咱会友请起立为着因来祈祷吼。
圣神的名，阿门。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细囝受接纳入伊的圣会，做为陪参会员来分治新的约的恩典。当这个细囝的父母甲会众亲自作证，也分担责任来培养因，直到领受坚信的，三个同心来祈祷。全年永远伫地天父，阮的上帝，阮恳求你来保守照顾这个细囝，因带伊的身躯甲灵魂，互伊的地位甲年岁哪加天，上帝甲人哪听伊。阮求你将天顶的恩典丰富束缚伫伊，因带伊通平安经过做囡仔的时期，救伊脱离少年的时的有限，到时互伊会家己告别伊的信仰，也会坚持到落尾。主，阮的上帝，你的圣囝伫哪撒勒有份伫即个世间的家庭生活，阮求你也祝福即个细囝的家庭，求你赏赐因的父母甲囡仔照顾伊的人有智慧、温柔，互伊伫你的听的内面来忠诚。阮的祈祷是倚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介绍哈，好，来会友请坐哈，来介绍一下哈，来看后面的，哦，咱今要小会接人哈，哇，你个送。好，我介绍哈，迄个贝麦克，好，一三的贤妻哈，那个蔡依珊哦，囡仔叫做贝思恩，好，思恩，甲曾思恩哟，咱曾思恩去做兵啊哈，啊，曾思恩去做兵啊，完上帝祝因吼，甲依珊姐是在南兄甲秋香姐的第二小，第二查某囝哈，是哈。啊，看到伊的哥哥哈，哈，啊，愿上帝祝因哈，好，咱来送一本册啦哈，来，上帝的心事啊，来，牧师呢送一本上帝的心事给你们哈，啊，愿上帝祝福恁哈，好，请坐哈，好。愿上帝祝福贝斯恩哈。好，咱这时先来读金句，来谈拜后下来。我是必得你的上帝，你伫遐捌用油我条，对我下愿。当你得着来，离开这所在，倒去本地。创世纪31章13节，搁一摆来。我是必得你的上帝，你伫遐捌用油我条，对我下愿。当你着起来，离开这所在，倒去本地。创世纪31章13节以上。我就是来报告。这报告内先，我伫遮搁一摆来提醒咱吼。咱来参加会前的祈祷会，伫主日崇拜时，请专心敬拜上帝，请毋通用手机啊，若要用会当来，若要看圣经会当。所以今仔日礼拜中也有贝斯恩小宝宝的小弟系列。礼拜后有第二堂礼拜，请服侍者继续投入来服侍。礼拜后妇女团契伫4楼嘛有聚会，内容是活动长老
练习，欢迎姊妹来参与。下晡1点到2点半，社青团契伫教会3楼，邀请新庄基督教会金团道原来是福音乐团将团长吼，甲青少曲、青少曲青少年团、青少队要伫咱带音乐时间的见证，甲咱来分享。邀请有负担也是感动兄弟必须来参加。当工也有提供主播和舞台的人。因为教会福音迄个做音乐时间来带导。再有做报告个人奉献的明细表，甲奉献的精神。然后要是所处奉献证明的表，嘛伫后壁公布栏，请咱来填。然后出入，请咱的财务同工来印证。所处奉献证明登记到今日为止，今日为止。后会主席第一个已经伫4楼小房间里面，请各团契到咱的同工有时阵咱人去哩来参看来看来签名。我是上帝祝福的文典甲咱的新的团契会长甲所有的队长记得，愿上帝属天的智慧财物拢是因身上，愿伊所带互咱团契才会契友，也是咱众兄弟不好的造就。嘛，咱若无参加团契的兄弟，上少参与一项团契，来做出咱本身。本会政务司伫2月初6到初8，拜1到拜3，专家要参加侧门牧者的退休会，无第期间若有问题有代志，请拍手机还是林牧师会来。2月11拜6好代志啦吼。黄义林姊妹要甲李金龙先生10点伫波心长老教会，伫遐要举行结婚感恩礼拜。若要参与的，要坐福音车的人，是7点半来教会集合。抗日团契关怀任用的家父品同一年12000块，欢迎这要来捐献。每单位是1000块，伫公告栏顶头，请咱家己来签名。第2项，本会定伫2月19，就是主日举行今年第1度的圣餐，兄弟嘛有比甲主同坐倒，纪念主的疼。礼拜中要召开会员大会，是咱的好会，要接到2022年会计。甲咱教会事工的报告，甲2023年事工计划预算，请同心来关心，并且常常放伫祈祷中。会后召开小会员大会，请小会员致意参加。会员名单嘛已经公布伫咱的公布栏顶头，若有毋对，请赶紧。甲咱的书记李宗盛长老来更正吼。每日当工时间一场的礼拜，教会有预备便当，甲庆祝1到3月的寿星庆祝的一个大蛋糕，请咱来踊跃来出席。第7项，2023年家庭礼拜安排表甲插花。奉献每礼拜1200块，清洁奉献每礼拜嘛1200块，已经打伫咱的后面公布栏。欢迎兄弟一年中间至少安排一次的家庭礼拜，家庭诚做这段来祝福咱的厝内，并伫生日也是结婚纪念日，有价值感恩的日子，为插花是咱的清洁来奉献。
特别向中华妇女团契妇女部伫3月13、拜5上午9点半，伫南门教会举办世界公道日礼拜。请看公告栏，若要参加的，伫咱的妇女的赖顶头来签名登记。到2月27日截止。过来咱的圣经天窗创世纪31章到35章，欢迎使用2月7节到16的新眼光经文来做导读吼。这是要来庆祝受星。2月7号，任宗南姊妹，甲王兆忠、郑美玉，甲林佩如。中兰姐在这边哈，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快乐，生日快乐！愿上帝祝福恁日日蒙恩得福哈。大道要来请林牧师、曾牧师来做咱的大道。咱只是起立，为着咱本身想要祈祷的，也是要代祷的，拢伫遮来开声开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特别伫咧恩典中，互阮领受你大大的恩典。打起阮三个组织伫咧面前，为着阮的教会，为着阮兄弟姊妹，阮伫遮献上阮对你的求祷。特别今仔日洗礼的百姓，拢伫上帝你会看过，伫人甲上帝拢听伊，互伊智慧甲年岁拢加添。领受你大大的祝福，做肯特别尽量带领伊。可你特别也甲受咧这三个地地，伫伊的需要，伊的家庭的需要，特别细囝的需要，做肯你生理的成就，拯救的手拢放伫因的身上，伫因的需要顶面，领受上帝大大的福气，互上帝你的话，成做因生命中间最大的帮助。可你会当互因来牵调伫你，甲你来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主愿将受礼者的家庭、家族每一位也恭敬交代伫你的手，并且继续带领阮兄弟姊妹中间阮需要，无论阮伫家庭、阮的工作、阮所做的一切，拢真正伫需要上帝你的看顾甲帮助下，阮伫遐来行过，伫环境，阮来思考到底上帝也是上帝要互阮伫遮学习着啥物，阮伫遐三个来努力，做可能特别也甲阮三个伫地。但是阮教会需要，无论阮超找礼拜堂，阮教会需要，阮伫遮兄弟姊妹身躯各方面的需要，主拢伫你的圣手医治帮助服侍下面来领受你大大的恩典。出国出外兄弟姊妹也看顾伫因出来，阮得到平安，特别当兵的私人主可能也特别看顾伊，无论军中的生涯，也是伊一切拢领受你的恩典，甲你的祝福。阮兄弟姊妹中间的需要，阮对你所求讨的，阮代祷的对象，也是阮本身的需要。主可能伫基督中听阮的祈祷，基督中应允帮助伫阮所需要。特别可能你甲阮三个弟弟到永世代，阮伫遮的祈祷，恳求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以愿徛伫，咱要来吟上行。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怜悯恩典慈悲，一杯上帝上说大好，听咱亲像。让咱亲像家人，信心愿念甲咱感动，也记在咱心内。三位一体，甲咱相同，这是到万世代，这是到万世代。下这么数就多。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三享受圣神的帮助，甲因传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
这下子，咱再去敬拜，到这，愿上帝祝福，咱过来日子，让着伊过寿平安。